廣東計劃、福建計劃到底係乜嘢呢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俾合資格嘅香港長者，即使選擇喺廣東或者福建養老，依然可以按照平常咁樣去領取香港嘅生果金或者長者生活津貼。咁問題嚟啦，生果金係乜嘢？長者生活津貼又係乜嘢呢？我哋先嚟分清楚。生果金其實就係高齡津貼啦，只要你年滿70歲或者以上，係香港嘅永久居民，就可以向政府登記，每個月領取1640蚊嘅港幣。咁呢項津貼咧，適用於住喺香港、廣東或者福建嘅長者，而且唔需要經過資產審查，夠70歲就可以領噶啦。至於長者生活津貼咧，就適合65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，不過咧就要通過資產同埋收入嘅審查。合資格嘅話，每個月就可以領到4250蚊嘅港幣。同樣亦都適用於住喺香港、廣東或者福建嘅長者嘅。咁呢兩樣津貼可唔可以一齊領呢？答案係唔得㗎，只能夠2揀1。如果你選擇咗金額較高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就唔可以同時領生果金㗎啦。咁接落嚟，我哋詳細咁講講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條件先。除咗年齡要求以外咧，仲有收入同埋資產嘅限制嘅。收入方面，單身人士每個月入息唔可以超過10,770蚊港幣，而夫妻兩個人合計嘅話咧，每個月入息就唔可以超過16,440蚊嘅港幣嘅。要注意，呢度講嘅入息係包括工資、退休金同埋物業租金等等。至於資產方面，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係406000蚊嘅港幣，而夫妻兩人合計嘅話咧，資產係唔可以超過616000蚊嘅港幣嘅。如果係夫妻一齊申請嘅話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優惠，就係自住嘅物業係可以唔計入資產嘅。假如你喺香港有物業放租，月收租金16000，咁你可以將佢視為自住物業，租金算作收入，然後自己返內地租間房住。咁樣一嚟嘅話，夫妻兩個人每月可以領到8500蚊嘅港幣嘅長者生活津貼，足夠應付內地嘅生活開支啦。另外仲有一個好消息，就係親屬俾嘅贍養費係唔計入收入嘅，可以豁免，所以話返嚟內地退休其實係好輕鬆、好舒服㗎。